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香槟集团旗下餐厅享享自助餐爆发着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目前就医的人数增加到39个人。消保官要求要来讲明着受害者的赔偿甲补偿方案。餐饮界的同业的这个上月食品社的社长赖永生，伫个社群媒体来铺文章帮忙讲话，伊讲。台湾餐饮业的环境伤困难咯，只要有人身体无爽快，就怀疑是暗顿出问题。讲下摆可能无餐饮业加做暗顿咯。伫咧前台正个比比别别，滋味介芳，即马受人客食个会惊。香槟集团旗下食个饱的品牌享享，特别市美丰信义饭店，敢若出现食物中毒的病例。香槟旗下品牌复制广告日本料理食个饱，即马目口特别市卫生局扩大稽查。表明乌索索设备冒烟影，复制信义店去北市卫生局掠到控制所在，表倒含设备、各做饼机器拢无清气。江集团标榜食甲饱的享食天堂，信义店方掠到仓库内底订封垃圾里落，金站店是冰箱边结霜，含放沙西米下面的桂梨芒啊无清气。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将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那卫生局要查，即马就含台北市法制局拢派消保官到乡乡去查，要求说明受害消费者的补偿方案。即马乡乡敢若食物中毒的事件。卫生局统计上新算到病院增加7个人，即马拢总39个人吐甲老。嘛同款，伫咧做食的上贵食品社长赖永成看袂出，伫咧面册普文感慨，有一企业的真相就也未查出来，就已经互烧甲规身躯拢是伤痕，好心扣累心，唔通甲好企业拢甲人赶走，以后台湾就无人做暗顿，人若无爽快，就是去找餐厅食，敢若因为今仔日去倒位食饭，就害人无生理通做，互赖永成是真不服。强调无替特定餐厅背书，只是伫咧怨叹台湾的餐饮业要生存是真无简单。食物中毒就也未确定是啥害的，餐饮业就已经心不高，满面全豆花。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